Hello，大家好，我係真人學員啊，好開心有機會同大家見面，去幫助大家喺理財上做啲更加精明嘅決定。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醫保融資。醫保融資係咩嚟嘅？首先講下咩係融資先咧。融資其實就係撲水，有啲機構中意收會費嘅，都係融資嘅一種。所有呢啲集資活動或者籌錢翻嚟活動咧，其實都係叫融資嘅。雖然其實金融都好生活化嘅。咁另外就係醫保啦。咁醫保過去幾年政府都推得好行啦，因為自願醫保啊，咁希望大家都有一份保障喺身。咁醫保其實就係講緊啲實報實銷嘅醫療保險。咁就係話譬如我去醫院入院做手術，使咗10萬20萬嘅，咁我使咗呢嚿錢咧，咁保險公司就根據保障嘅條款，然後就賠翻俾我咁樣啦。醫保其實都有兩大類啦，有一類即係大眾傳統嘅醫保，就係裏邊有分項限額嘅，就好似住醫保標準計劃咁樣，裏邊有房費750蚊，跟住雜費萬零蚊，手術費5萬蚊咁樣。咁每一個保障項目都有個上限嘅，咁呢啲係大眾嘅傳統嘅醫保。另一種咧就係所謂嘅高端醫保，其實而家呢類型嘅保險保費咧都好大眾化，因為當加入咗嗰個墊底費，即係開頭自己咁一嚿錢之後咧，其實將個保費嚟拉咗落嚟，大拉咗落嚟，好多人都可以負擔得到。咁呢啲計劃有咩好處咧？就係因為佢個保障咧係冇上限咁滯啦嚇，佢真係閒地幾百萬、幾千萬一年，咁有啲可能係終身冇上限添嘅。咁呢啲咧，因為佢冇嗰個頭先講嗰啲分項限額啦、房費啊、手術費、雜費嗰啲全部包晒嘅，癌症治療全部包晒。咁所以呢一類型咧，佢就會俾到個安心嘅客人啦，即係話我真係幾百萬全部幫我俾晒，唔使擔心。醫保就有兩大類，咁但係呢啲全部咧都係實報實銷嘅，我使咗幾多錢，跟住保險公司幫我俾翻就係咁。咁呢啲就係醫保。咁呢啲醫保無論係大眾嘅醫保或者係啲高端醫保，即係佢係冇終身限額嘅話，咁呢類嘅保險咧，其實佢個保費結構都係我每年咧都要俾保費嘅，而且個保費咧係會跟住我年齡不斷上，咁佢不斷加咁樣。咁即係變咗一個情況就係，譬如我退休啦，可能65歲我退休，跟住我個主動收入咧就冇咗，然後個保費咧依然要交。咁65歲咁可能都80001萬咁樣，咁不斷要加上去，年紀越大個保費就越高，咁就唔係咁理想嘅。所以我哋聰明嘅從業員就會諗到個方法出嚟。如果我可以創造一個被動收入，然後用個被動收入去交醫保嘅保費嘅話，咁我之後咪唔使俾錢咯。係喎，咁咪得咗。所以而家就有醫保融資呢個計劃出現啦。咁其實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將個醫保搭配一個儲蓄計劃，然後就用儲蓄計劃將來碌出嚟嗰啲紅綠布去俾將來嘅醫保嘅保費，咁就可以令到我哋係唔需要再喺之後俾錢啦，但係醫保咧依然係有人俾保費，繼續生效，繼續有保障咁樣。咁係非常之正啦，係咪？如果係咁簡單，大家都好開心啊！咁但係如果係咁簡單嘅話，點解保險公司佢唔直接砌一個可以供斷嘅醫保出嚟俾大家去買咧？咁大家非常之開心啊！應該會好多人爭住買添，係咪？可以供斷嘅醫保咧，其實而家都有嘅，但係而家有嗰啲通常咧嗰個終身限額都係可能40萬、60萬，咁唔係太高。咁當係咁少嘅話咧，咁其實如果我哋真係有病舒服，真係要去睇，真係要用嘅話咧，一生嚟講可能好快就用晒。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即使我買斷咗都好啦，嗰個保障咧都可能唔夠嘅，都可能要另外再揾。所以呢類型嘅就提供唔到一個比較全面嘅終身保障。所以喺暫時嚟講咧，如果喺啲終身冇上限或者個保障額係非常之高嘅話，其實就暫時係冇一啲可以供斷嘅醫保嘅，全個市場都冇嘅。其實超過8年之前，保險公司都出過類似醫保融資嘅計劃，不過佢就唔係話可以供斷嘅，佢就係每年都有供款，但係佢每年供嗰個保費咧就幫你拉平衡咗。即係譬如本身我30歲要俾緊3000蚊咁先算啦，每年嘅保費，咁佢就話我收你4500蚊，咁但係咧我之後就唔會再加你保費㗎啦。去到40歲又4500，去到50歲、60歲、80歲都係4500蚊。咁作為即係買保險嗰個人，因為個保費平衡咗喎，都要有個預算，咁都安心過，即係唔知將來加你多啊，咁其實都係好嘅。而且個保障咧，佢都係冇終身限額嘅，可以係咁用嘅。錯嘅，咁但係咧就喺8年前嘅時候咧，呢隻計劃咧就下咗架。咁下架嗰年之前咧，個保費加幅都比較驚人嘅，就係由4000零蚊去加到去7000幾蚊，咁6成左右嘅升幅。最後咁個產品仲下埋架啦。咁喺呢個情況就會見到，咁其實保險公司有咁大嘅精算團隊喺後面計呢條數，都計到好似有啲棘手。咁係咪真係咁簡單？而家我哋用一個儲蓄計劃就可以將成個未來嘅醫保嘅保費係交晒佢咧？其實喺後面咧有一啲因素咧係要考慮埋，咁我哋先可以令到呢個成個叫醫保融資計劃咧係更加全面、更加安心嘅。咁嚟緊就會盡心睇啲數字啦，當然我都會簡化成件事，令到大家容易啲消化啲。咁第一樣嘢咧，其實就要睇下
醫保個保費未來會係點樣？咁呢度咧我就做咗個表啦。咁其實咧就係呢個我攞咗自願醫保嘅標準計劃嗰個保費嚟俾大家去參考下。咁呢個保費咧就係講緊我係0至到99歲，佢嗰個保費係點樣走嘅咧？呢度見到好多組線啦，咁好簡單嘅啫。最底嗰種線咧就係市面上個保費最平嘅。咁個保費咧由喺30歲度咁啊2000蚊，咁去到85歲咁啊去到10000零蚊咁樣。咁如果係最高嗰條咧就係全行嚟講最高嗰個，咁啊去到30000零蚊。咁呢兩個就係最高最低啦。咁中間嗰兩組就係 market share 比較大嘅兩間保險公司啦。咁你到80歲一個15000蚊，一個咧就係20000零蚊咁樣啦。咁呢個就係而家可能30零歲買嘅話咧，保費3、4千。咁去到後面咧，其實個保費升幅咧都唔少嘅。咁但係咧呢度係講緊而家對將來保費嘅預期嚟嘅啫。一個比較重要嘅因素，呢度冇考慮嘅就係嗰個醫療通脹。個醫療通脹對未來保費有幾大影響咧？咁我先唔好話由0歲開始咁嚇人啦。我哋假設由30歲開始，即使幾個 percent，因為年期好長嘅話咧，其實佢不斷去複息嘅話，其實對嗰條數嘅影響會好大。譬如醫療通脹大概幾多度咧？2021年嘅時候就係6.5% 啦，香港。所以佢係高過一般嘅通脹，一般嘅通脹長期嚟講係3% 左右。我哋呢度唔好咁嚇人先，用翻一個一般嘅通脹嚟去睇一睇。原來如果係3% 嘅通脹嘅話，呢個圖咧就係講緊，不如攞頭先個 market share 比較大，即係比較具代表性嘅公司，而且平咗間啊。佢30歲嗰個分別好大，因為嗰個複息個效應未出嚟。咁如果我譬如去到85歲嘅話，大家可以見到，本身咧就15000蚊嘅，咁但係用3% 嘅醫療通脹調整嘅話咧，其實嗰個保費咧就去咗75000蚊，咁就5倍左右嗱。咁呢個咧就係1年嘅啫。咁如果我話哇，我不斷累積嘅話，嗰條數會相差幾遠咧？咁呢個圖咧就睇到啦。咁30歲就冇跟通脹加咧，就係下面嗰條藍色條線啦；有跟通脹加就係橙色條線。30歲開始去到85歲嘅，即係唔好計咁遠，計咁遠嘅話，佢差別仲加嚇人。等大家睇落舒服啲先。呢個就好視乎個人啦，我自己就會睇遠啲嘅。大家睇就睇到85歲啦。如果係唔計醫療通脹，就咁用而家嗰個保費表去加上去嘅話咧，咁30歲到85歲43萬。咁如果係計埋醫療通脹落去嘅話，3% 嘅醫療通脹啫，咁個保費咧就會去到總保費就去到137萬。喂，咁其實個差別就好大。如果我哋去設立一個 pool 去做一個儲蓄計劃，如果我哋考慮個醫療通脹做一個儲備金嘅話咧，我哋43萬就搞掂。咁但係如果只係個3% 嘅醫療通脹，其實已經要令到我哋要準備嘅錢咧係超過2倍咁增加，所以納唔納入醫療通脹咧係相差好遠㗎。咁而呢個醫保融資計劃，佢另一個部分咧就係我要有個儲蓄計劃，然後會碌啲回報出嚟，令到啦將來嘅保費咧係可以用儲蓄計劃嗰啲錢去俾嘅。儲蓄計劃咧當然保險公司而家有好多唔同嘅預測做出嚟，預期可以做到咁多。譬如而家睇一個儲蓄計劃，佢睇個30年錄到幾多回報出嚟啦。咁如果喺啲保守啲嘅，可能係4% 左右；如果進取啲嘅，可能有6% 左右。咁4至6%咁呢度假設咧佢係100% 嘅實現率咯。咁即係個付款 ratio 100%。咁過去嚟講，其實保險公司做嗰個實現率咧，可能因為都係減息週期啦，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個息咧係不斷咁減落嚟，咁所以佢哋個實現率都係唔係話即係成日做到100% 嘅。咁唔同保險公司就有唔同嘅投資政策同埋分紅政策啦。咁所以大家見到佢哋呢啲係一啲分紅嘅例子啦，由40%至到100%不等。譬如啲銀行做底嘅啲保險公司咧，60%、90%咁即係總括嚟講啦，80% 咁所以話究竟保險公司應承咗我哋嘅嘢係咪真係完成到咧？呢個係有未知之數嘅。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去翻一個加息週期嘛，咁未來嘅債息會上升嘅。未來嘅回報會係點樣咧？即係如果即係概括而言啦，其實債券嗰個回報喺長期嚟講就係4至6%左右每年。咁而股票嗰邊咧，咁就係7至9%。咁如果我哋拉個平均，因為保險公司視乎邊類嘅計劃啦，睇下佢多債定係多股票，有啲係多啲股票嘅，咁佢可能去到6-7%都唔定。咁如果少啲嗰啲4-5%啦。咁總之我哋都度攞住5% 去做一個 projection 先啦。其實做到都係唔知㗎。醫療通脹我哋假設咗3%。咁如果係一個大眾嘅醫保，我30歲嘅話，本身咧我係俾緊2000蚊一年嘅啫。OK，咁如果我話我想供斷佢，我用10年去供斷佢，究竟我而家要俾幾多錢咧？咁其實就係要俾多27000蚊咁本身咧就要俾2000蚊，跟住再額外俾多27000，即係大概3萬蚊，俾10年，咁就可以供斷個醫保喺
醫療通脹係3%同埋投資回報5%呢個假設之下，但係佢呢個風險嘅就係因為我哋嗰個醫保嗰個通脹，我哋估計係3%啦。如果佢係變咗5%嘅話咧，佢每年要俾嗰個錢咧就唔係3萬蚊，會變咗55,000蚊，相對就冇咁容易負擔。即係呢度想講嘅就係、其實嗰個醫療通脹對呢個成個醫保融資嗰個影響係好大，而呢個數咧我哋而家係唔知嘅。佢醫療通脹有啲咩因素會影響到？其實都係講供需啦。我哋香港而家人口老化，會唔會將來嗰個醫療服務嘅需求會大咗好多咧？咁我哋個供應係點樣？即係譬如醫生啊、醫院啊，可唔可以大量咁樣增聘啦？譬如係輸入外勞啊咁樣嚇，跟住醫療科技嘅發展都會有影響啦。佢會令到一啲治療係停咗落嚟啊，定係會有啲新嘅技術去令到病人咧係病得更加舒服或者更快好翻，一樣咧就可以拉低個醫療通脹。另一邊咧就會拉高個醫療通脹。咁所以個醫學科技會有影響啦，供需有影響，醫學科技有影響。跟住之後咧就係人嘅行為會點樣？可能有啲人會有聽過或者經歷過就係，有啲醫生咧就會問，你有冇保險啊？咁如果有保險嘅話，唔知點解佢個手術費咧可能會貴咗50%或者 double 咁樣，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咁但係保險公司又好難挑戰嘅，即係保險公司又好難話咁高我唔賠咁，因為每個人佢身體嘅狀況都係唔一樣。咁所以醫生有佢嘅專業判斷，可以呢個情況咧係風險高啲，要做多啲安全措施，或者我要需要嘅技術會高啲，咁所以我就個費用咧就收多啲。咁所以都好難爭拗，但係呢種情況係絕對會對醫保保費係有影響嘅。可能第四樣嘢咧就係究竟政府嘅干預係點樣咧？即係我哋會唔會整多好多間私家醫院啊，或者係真係可以好強力咁樣控制某個手術做幾多錢咁樣？新加坡就係咁嘅，就統一咗大部分嘅手術嘅費用嘅情況好唔同啦。而第五樣嘢咧就係保險公司都會嘗試干預嗰個醫療服務嘅市場嘅，就設立個網絡啊，嘗試去對醫療服務嗰個費用係多啲控制或者干預。好多唔同嘅力量會影響住呢個醫療通脹啦。咁係好複雜嘅事嚟嘅。咁而家就係6%，所以有一個5%嘅預期，其實都唔係話非常之穩陣，但都仲好過用一個平均嘅通脹3%。咁我哋先用5%啦。咁假設儲蓄計劃嗰個回報率都有5%，100% 做到，咁其實佢要俾55,000蚊左右嘅費用每年，俾10年，然後先可以做到一個相對穩陣少少嘅醫保融資計劃。如果係全數賠償，即係嗰啲高端醫療嗰啲咁嘅點咧？咁呢度咧我就攞咗一個全數賠償嘅，咁佢有2萬蚊折抵，譬如30歲或15歲，未計醫療通脹保費咧就係100萬左右。如果計入一個5%嘅醫療通脹嘅話，咁個總保費就會去到800萬。咁後面就用一個儲蓄計劃去 back up 佢嘅5%就係年化回報嘅話咧，咁其實如果我哋分10年供，就每年俾123000就可以㗎啦。本身咧，而家譬如30歲，我俾個保費4000蚊到。呢類嘅計劃佢 target settlement 就係變入3-4萬幾咁。咁如果係每個月要額外拎1萬蚊出嚟想買斷個保險嘅話咧，都係見仁見智嘅，睇需求。有啲人覺得醫保太重要啦，咁都會即係願意去做。但係現時嘅情況就係，好多公司佢出個建議書嘅時候，佢係容許同時咧係唔落任何醫療通脹，或者可能有啲從業員佢自己去計條數出嚟，咁就唔落個醫療通脹。咁而佢落嘅投資回報可能又唔止落5%咁少，可能落6%或者更加高。咁個結果就係會令到佢要額外供嗰個錢係細好多。即係頭先講12萬咁為例啦。咁如果佢唔落任何醫療通脹嘅話，其實佢額外要拎出嚟嗰個錢咧就係24,000蚊嘅啫。你加埋而家保費3萬蚊都唔使。咁如果係攞個3% 嘅醫療通脹咧，額外俾6萬就 OK。咁如果係一個5% 嘅醫療通脹，其實咧就要額外拎12萬幾出嚟。咁呢個係假設保險公司喺醫療通脹之外做到5% 嘅回報出嚟啊。如果佢做唔到5嘅，佢做咗4嘅話，額外拎出嚟嘅每年咧就要俾17萬，咁接近5萬蚊一個月嘅。咁所以呢兩個數字對於一個醫保融資計劃要投入嘅錢嘅影響係好大。所以當我哋去考慮呢類嘅計劃嘅話咧，就必須要同顧問或者係代理去傾清楚，究竟佢落嘅假設係幾多咧？醫療通脹佢落幾多？夠唔夠穩陣？投資回報會唔會係太過樂觀？咁另外嗰個年齡都會有影響，或者譬如頭先我哋一直都係計咧，去到85歲一個平均年齡。咁如果係保障去到99歲，咁條數又會有幾大分別咧？究竟我哋係想一個99歲定係85歲定係70歲就夠咧？好大分別嘅。咁而家美國嗰邊嗰啲最領先嘅大學就話未來10零20年咧，其實好多人可以活到120歲啦。咁如果淨係計到99歲或者100歲嘅話，咁又夠唔夠咧？呢啲咧就係啲比較個人化啲嘅問題啦。就總括而言就係咁。總之嗰個醫療通脹同埋嗰個回報率係對呢類型計劃影響好大。如果我哋完全唔理個醫療通脹，就咁去用而家個保費表去計我哋嗰個 pool， 去計我哋嘅醫保基金要
放幾多錢落去先夠咧？可能10零日之後，我哋又要開始繼續俾醫保嘅保費。咁呢件事就咁當然啦，嗰時可能你同我都唔知去咗邊度，咁啊亦都好難話炒翻10年前啊代理啊或者顧問講嗰啲乜嘢好難嘅。咁所以而家就輕輕即係俾個提醒大家，咁大家喺考慮呢類型計劃嘅時候，都有一個即係相對全面啲嘅了解，就可以幫自己做到一個比較明智嘅決定啦。最後都想補充翻少少嘅就係有關究竟個醫療通脹最後對醫保個保費咧會有幾大影響咧？即係當然而家咁，如果按5%嘅醫療通脹計上去嘅話咧，哇，去到85歲嘅時候嗰個保費一年要幾十萬嘅。咁呢樣嘢其實發生嘅機會有冇咧？大唔大咧？即係其實呢個人嘅意見啦，純粹係靠估嘅啫。咁就如果幾十萬一年嘅保費咧，我相信都冇咩人願意去買。咁如果係幾十萬一年嘅話咧，其實佢每次去醫院去做手術嘅話，可能埋單要過百萬。呢個情況嘅可能性未必咁大。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個醫療費用真係去到咁高嘅話，都冇乜人負擔得到㗎啦。咁呢個情況應該唔會發生，因為政府一定會出手嘅。喺個醫療服務去到一個完全負擔唔到嘅情況嘅話，係咪？咁啊一定會做啲嘢。另外保險公司嗰邊應該都會做啲嘢，即係當個保費都去到一大部分人咧負擔唔到嘅情況咧，其實佢喺個產品嘅設計啊，或者喺個保障上係會作出一啲調節嘅。咁所以即係對於未來嗰個醫療保費係咪真係會咁誇張咧？可以就保持樂觀嘅，呢個係講個部分啦。咁另外就係頭先一直講嘅都係由30歲起咁樣計法啦。咁如果我而家都已經50、60歲嘅，咁其實我將來要面對嗰個醫療通脹嘅影響咧，就唔會話好似30歲嘅時候咁誇張。咁所以如果係我而家已經係接近退休年齡嘅，而家去設計一啲醫保融資嘅計劃嘅話，嗰個可行性都大啲，因為個醫療通脹嗰個影響會相對細啲啦。咁我哋落一個再穩陣啲，譬如6%、7% 嘅醫療通脹嘅預期，然後喺投資回報嗰度我哋先落低啲譬如4% 咁樣。咁呢個大部分保險公司應該都係做到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成個醫保融資嘅計劃佢行得比較長久嘅機會就會比較高啲。咁所以如果而家係60歲醫保融資都還值得考慮。咁如果係年輕嘅而家20、30歲、40歲嘅，咁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將來醫保融資呢件事會唔會行得到去即係終身嘅保障啦？咁呢個就係要注意下噶啦。補充係咁多啦，祝大家生活愉快。